不是我，色狼！怎么上？走。走。老大，上次就是这个人坏我们好事儿，冲！敢当老子财路！哟，小妞长得还不赖嘛！来，兄弟们上！哎呦！别动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。不是我，色狼！真的不是，不是，真的不是我。听说死亡威那边都开始宣传了，还想了一大堆花招，招来了一大批顾客。啊，老板这边也太淡定了吧？哎，我说你不对大哥一直有信心吗？怎么现在没有了呢？我有啊，只是看这淡定的也太让人心慌了嘛。我知道，虽然他们那个店的点子是很俗气，但确实已经有点效果了呀。而且我也知道，老板想到的点子一定是最完美的。可是我们在时间上已经输了呀。那轻易能够让人想到的点子，大哥不屑于去想，那会拉低我们的档次，拉低我们的 feel， 不是level。你要相信，一个伟大的点子即将诞生。真的？你知道？不知道。但是，我100%的相信大哥。还是当小孩好呀，吃的没心没肺，还不怕长胖。快！别摸！上！呀！上！来！你去！快呀！拿！赢了！我死定了！一会儿你去开门，跟他说我不在。来啦！嗨，你是谁呀你？是我呀。哦，冒牌母后啊！来，这个送给你，喜欢吗？他不在，他不在。他不在，明明是你爸爸叫我过来的呀。哦，你找父皇啊！来，洗净，来。来，请，来，请。哎，四三叔比吹牛宝宝。谁相信我基本上是随叫随到啊？你今天不怕被人认出来啊？这里可是有你疑似三角恋的老公和私生子。切，这真要是被认出来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都说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对吧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找你来，确实有点事儿。哇塞，我最近要不要这么火？黄辉刚给我助理打完电话，说让我帮忙，你又要找我？哦，那小子。他说让我帮冯峰的餐厅增加点人气。
但被我拒绝了。我毕竟有自己的餐厅和食品的代言，所以不太方便。那小子果然是单线思维。那你找我又想干嘛？先喝点。卖关子。喂，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偷听啊？谁偷听了？正大光明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以前芬妮跟老板，有过一段。谁瞎说的？人家那是入戏太深，不代表什么。真的？那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啊？你这嘴里能不能坐着的那个女人，我的？别说我来过。好吧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其实你可以卖冯冯一个人情，帮黄辉一把吗？你确定冯冯想看黄辉赢，不想看你赢？不是吗？是吗？行啦，走啦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告诉叶波先生，有本事就让他躲一辈子。拜。拜。对 ，Hello。这身材，这气质，也太好了吧！都准备好了，开始行动。开始行动。芬妮阿姨慢走，芬妮阿姨慢走。哎，小朋友这么可爱懂事啊！好了，小朋友呢，不要像某些人一样学做缩头乌龟，一个电话打2挂。改天来我家玩，可以带上冯冯和你爸。真的？好啊好啊，我开始啊有点喜欢你了呢。我也喜欢你呀。走了。三叔，你没事吧？三叔，是，我想救你了。老板，我想了很多方案，也查了很多小店成功的秘诀，你看一下吧。这是给我的。我真的不想你输给死黄辉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输啊？对我就那么没有信心呢？有信心。一波，明早我去打篮球，一起啊。你怎么包成这样？啊？大哥呀！我真的很想他，我真的很想见到他。我知道了，都交给我好了，只要你听我的。我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这辈子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大哥。两位客官，里面请。这边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这边。
这里来，您看看菜单，看一下菜单啊。服务员，想要帮我点什么？催一下吧。啊，到现在还没上。哎，马上啊，马上马上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的，谢谢。看来我这应该多请几个人帮忙了。那是，我们发财了，老板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我的大福星。姐姐，你说太上皇那边怎么没动静啊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吧。服务员，菜好了没有？我来了。没意思，这样赢得毫无悬念。哎，我们可以自己和自己比啊，现在还没有做满，还有余地。